投資者啊、炒家啊、損手爛腳，仲未入嘅，未曾恢復信心噶嘛。我先咧就將市場嘅週期分成4個階段。歡迎嚟到遇見名人。咁呢個節目咧，我哋會請一啲中港嘅兩地嘅名人去希望可以透過對話同埋訪問去連接兩地之間嘅了解，同埋咧將香港優勢帶俾兩地，成為一個橋梁嘅。咁今日第一集好榮幸可以請到最重磅嘅嘉賓施永青施先生。咁咧施生咧其實喺金融地產同埋企業管理方面都好有見解嘅。今日咧我哋嘅節目咧會講一講香港樓市啦、金融啦同埋一啲傳承方面，我對你比較好奇嘅一啲點。好啊，係多謝施生。咁施生，我想問你整體點樣評估香港樓市而家嘅走勢咧，同埋而家嘅你覺得嘅情況，同埋之前幾個季度有咩唔同啊？香港樓市咧，其實喺2025年，住宅市場咧係率先見底嘅。即係通常房地產市場一個特色咧，就係周期性明顯啊！即係周期性明顯咧，即係你跌落嚟跌到一個高底，然後又慢慢復甦，上翻去到大幅高升，然後進入危機，又跌翻落嚟，進入蕭條。咁佢一個週期咧係相對完美嘅，就唔同股市咧就挫上挫落咁你係容易把握到佢嘅發展嘅，所以佢一旦見咗底之後咧，佢就會持續上升一段相當長嘅時間。我話相當長咧，就唔係3、2個禮拜，亦都唔係3、2個月，係數以年計嘅。所以房地產市場咧係一個相對容易把握嘅市場。你一旦摸到佢嘅脈搏，掌握到佢嘅週期咧，係投資係相對容易。有所斬獲嘅。咁點解會出現呢種情況咧？係因為房地產呢種商品啊，係一個需要長一啲嘅生產期嘅。即係有啲產品咧係好快生產出嚟嘅。譬如呢支原子筆原來呢隻款好賣喎，你1個禮拜之後賣到通街都得啦好快就由有需要會變供過於求噶嘛。但係樓你而家發覺哇價錢升咯喎，不過供應唔夠，你花幾個月都供應唔到出嚟。一般嚟講，層樓由土地開發到能夠招標啊，揾咗人投資啊，再起出嚟啊，3、5年閒閒地啊，即係明明知道唔夠噶啦，賣到好價錢嘅咧，你都冇得供應，咁嗰個上升就會持續啊嘛。咁所以我頭先講樓咧係一個週期性明顯嘅市場，而如果我頭先講05年住宅市場見底，我係冇講錯嘅話咧，哇！即係06有得升，07有得升，08都有得升嘅。咁上一次跌落嚟，跌咗差唔多3年㗎嘛，由21年、22年跌，23年跌，24年都跌咗3年啦。通常咧跌得快定升得快啊？跌得快，跌得快咧，跌有地心吸力幫手噶嘛，升仲要慢慢爬上去，要嘥力噶嘛，所以跌都跌咗3年，升嘅時間係咪長過3年咧？所以我話25、26、27升到28都
絕對閒地冇問題。因為施生其實係樓市嘅風向標嚟嘅，基本上我哋去觀察施生自己嘅行為啦，同埋公司嘅行為都可以捉到一啲啟示嘅。所以可唔可以理解為就係，因為我見你近排都有入市一啲房產啦，咁包括中原地產都有去投標一啲，即係收翻酒店，可能改建一啲學生宿舍啊呢啲。咁啊，係咪可以理解為你而家都覺得樓市見底，同埋嚟緊係起碼10年？講嘅嘢同我心裏邊嘅嘢係一樣嘅，我好少講一套做一套嘅嚇。當然講嗰啲咧就容易啲，做嗰啲咧仲要有好多其他嘢配合嚇。咁最近有作一啲投資。就除咗同房地產見底之外，亦都你話我做學生宿舍啊嘛，亦都係因為政府喺大學嗰啲招收海外學生嘅名額上咧就放寬咗啊，本來俾2成學生係來自海外嘅，而家增加到4成，拉尾又增加到5成。咁你有咁多學生嚟讀書，咁佢哋係急切需要居住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社會嘅需要啦嚇。咁當然有冇錢賺，亦都係影響到你願意投入幾多去做嘅因素啦嚇。咁同埋好多出邊嘅人以為啲施生投嘅，其實我哋公司係做服務性為主嘅嚇。咁我哋係呢種投資嘅主催者、策劃者。但係唔係我哋全部出錢嗰個嚟嘅，我哋係匯聚一啲資金，幫佢哋揾投資嘅對象，有咗投資之後，亦都要幫佢融資啦，睇下可唔可以揾到貸款啦，另外，譬如你做呢樣嘢，將啲酒店或者寫字樓改造學生宿舍，你要改裝個工程㗎嘛，咁我哋又幫佢做呢啲改裝嘅工程，將來做咗出嚟又幫佢招租，又幫佢經營，咁係令到資金可以揾到投資嘅對象，揾到回報，亦都為啲資金有啲資金。需要啲投資穩定嘅回報嚇。一般以前好多人都穩定回報買美國國庫債券啦嚇。咁但係而家可能有啲人擔心，哇美債越嚟越多喎，將來會唔會甩底㗎？會唔會破產㗎？咁就佢哋可能需要揾啲穩陣嘅地產投資有經常性嘅回報嘅，咁學生宿舍亦都係一條出路咯。所以好多因素夾埋一齊，就令到我做咗一啲學生宿舍嘅項目咯。咁施生頭先講到話新來港人士可能會越嚟越多啦，我都留意到近排其實都好多數據話而家嘅新業主入面可能有25%都係普通話拼音嘅業主。呢個現象包括你頭先講嘅即係做一啲咁樣嘅內地客嘅部署，咁同埋除咗一啲高才優才嘅剛需，佢哋需要住喺香港，無論租又好買又好啦。我發現仲有啲純內地，可能佢哋冇辦香港移民嘅，但係佢哋純內地嘅投資者都嚟香港買緊樓。你點睇呢個現象呢？呢個現象咧，有啲地方係被誇大咗嘅。係，譬如你頭先講話啲內地客嘅定義，其實唔係好嚴謹嘅，因為你只係攞人哋嘅拼音嘅拼音。因為有啲係新來港，拼音咧就 WONG 就香港人啦，WANG 大家都係姓黃嘅，你就當佢大陸人啦。咁其實有啲香港人因為
佢係北方人啊，佢嘅姓都係特別 AN 字代表王啊。譬如我姓施，如果廣東話拼音咧，可能係 S2Z2，咁我就上海人啊嘛，所以我嘅施咧係 SHIH。咁如果我去買樓咧，你哋咁樣統計法咧，都將我歸咗落去大陸人。咁所以呢種做法咧唔得嚴謹啊，先至會令到個比例去到20幾個 percent。一般嚟講咧，新樓咧就大陸客多啲嘅。因為大陸客即係嚟香港嘅時嚟一陣冇乜時間，咁啊睇新盤容易啲啦。如果睇二手盤啊，要周圍去唔同嘅地方，約唔同嘅業主就唔方便。咁所以如果純粹統計做新樓嘅咧，就真係大陸人多嘅。而且咧就係買豪宅嘅都可能大陸人多啦。因為內地經濟發展得大，喺中國做得好，等於喺全世界都做得好噶啦。咁變咗富起嚟嘅人多。只要佢譬如佢資金上出到嚟嘅，佢喺香港會作各種各樣嘅投資啦。咁即係呢個係佢哋積累咗一定嘅財富，為咗保護自己嘅財產，唔好喺個動盪嘅經濟環境入邊唔覺意蒸發咗，所以佢就可能要唔同嘅地方擠啲。有啲人買地產，有啲買股票，有啲買保險。咁變咗咧就嚟香港投資嘅人咧係相當多嘅。前提就係內地經濟要好，咁佢先有財富積累。另外咧兩岸之間即係兩地之間係要往來方便，互相了解。咁咧就呢啲投資活動咧就會頻密啲咯。呢幾年都係內地客嚟香港尋找機會比較多嘅時候。所以香港嘅金融業財富管理各方面都發展得比較快咯。同埋可能都同地緣政治或者係一啲利率環境有關係，所以佢哋都想尋求一啲比較穩陣嘅可以穿越週期嘅投資。因為頭先先生都講到週期啦，我諗你咁多年嘅呢個累積或者係投資，其實都好多次係穿越週期，同埋都揾到嗰個趨勢。想問有啲咩心得可以俾我哋咧？我其實咧就一路都好關注經濟嘅規律嘅。即係你做一樣嘢，對佢有一定嘅了解咧，你先至可以睇得準噶嘛。咁我從事咗房地產嘅業務咧，就1976年開始，爭2年就50年噶啦都。咁50年入邊，我見過唔少唔同嘅週期，同埋我個人都係比較鍾意關注宏觀事物嗰啲內在嘅因素。咁我對房地產嘅週期咧就有一定嘅認識。咁同埋我係發展一套自己獨有嘅投資技巧嘅理論嘅。咁講唔講得㗎？你既然嚟到就教下你啦。多謝。我即係我用咗咧係都 work 到嘅，即係都幾靈嘅。我先咧就將市場嘅週期分成4個階段。咁如果純粹名稱上咧，就分成係復甦期、高漲期、危機期、蕭條期。每一次咧都係周而復始，好似春夏秋冬一樣。咁咩叫復甦期咧？復甦期即係見底開始慢慢恢復增長。
高漲期咧就係高速增長，危機期咧就係價錢去到某一個水平咧，已經係同啲人嘅負擔能力脫節，就開始出現危機啦。到危機爆發咧，就跌落嚟，就變成蕭條期。咁點樣去界定呢4個時期咧？我主要係睇用家同投資者喺唔同嘅時期有唔同嘅表現。你如果係分得清每一個時期係咩即係表現嘅話咧，你就容易判斷噶啦。即係自住多定投資多係嘛？個比例差唔多嚇。第一個咧，復甦期咧，你話用家多定投資多？投資多。咁啊，有少少同我睇法唔同啦。復甦期啱啱係蕭條期之後啊嘛，完結係蕭條期全部蝕到趴喺度噶嘛，所以啱啱復甦嘅時候咧，係剛性需求，真正要用嘅人先會去買樓嘅。投資者啊、炒家啊，損手爛腳，仲未入嘅，未曾恢復性信心噶嘛，所以復甦期咧係由用家帶動嘅。因為咩叫剛需咧？即係佢買樓、炒樓啊、投資啊，可買可不買嘅啫嘛。但係咩時候非買不可咧？哇！你同男朋友講咗要結婚啦喎，話咗今年結婚都4月嚟啦，都未買樓，你有冇誠意㗎？咁佢咪時好時唔好，為咗女朋友放心都要去買㗎啦，咁呢啲咧係實際嘅需要。或者就係高才優才，佢哋要定居喺香港呢啲，都係如果穩陣啲嘅咧，最多同女朋友講：錢啊，我儲定㗎啦，不過而家市未沉啊，Sure啊，我哋不如租住先啦，睇定先至買啦，咁有啲人咧就會租住先，如果係買咧，都係有實際需要先至買嘅，所以復甦期咧，投資者、投機者仲係龜縮嘅，用家或者會買或者會租住先。咁到開始用家入市嘅時候，市面上嘅需求就會，即係市面上嘅空置單位啊，就會慢慢被消化。消化咗啲空置單位，選擇少咗，價錢啊開始升啦。所以復甦期咧，價錢開始慢慢有得升，慢慢有得升咧，就會將呢個信息傳咗出去。哇！有啲人買咗賺咗錢喎，咁啲有錢嗰啲有資金喺手嗰啲人咧就心喐喐啦。資金流向邊度咧？流向會升值嘅地方啊嘛。所以佢哋咧就開始都入市啦。咁如果投資者開始入市咧，市場嘅力量就會大咗咯。因為而家係兩股力量一齊入嚟，又有用家嘅力量，又有投資者嘅力量，兩股力量一齊推上去，係咪升快咗啊？係啊，所以我見好多發展商都加緊價新樓嗰啲。咁如果投資者開始入市咧，就係進入高漲期，高漲期兩股力量一齊嚟啊嘛，就越升越高啦。但係投資者就可能好多錢啫，用家咧嘅負擔能力係受制於經濟，同埋受制於佢份工穩唔穩陣啊，有冇人工加啊，升唔升職啊。咁但係樓價上升咧，係快過經濟增長啊！有時咁樓價升得快，佢嘅負擔能力冇升得咁快，咁咪就會進入咗危機期啦。點解叫危機咧？因為樓價同用家嘅能力脫節。本來兩股力量推樓價上升嘅，用家嗰股力量咧，慢慢就
跟唔上啦，嗯，因為樓價升咗，佢買唔起啊嘛，咁開始就樓市進入危機期啦。因為如果有用家支持咧，就好安全嘅，用家都俾唔起淨炒家咧唔安全嘅，用家嘅需求咧係穩定嘅，譬如佢有咗 BB 啦，要多間房啦，或者要請個工人啦，咁佢係非要不可噶嘛，但係炒家投資者一個風吹草動，好快改變主意嘅。琴日佢都仲揾樓，今日哎呀我要劈咗佢啦，咁所以咧就淨係靠投資者係唔安全嘅，所以進入咗危機期，只有投資者缺乏用家。到咗危機去到一定嘅程度，就大部分人手上樓啊好多錢啊用晒啦，咁啊隨時變危機爆發啦。因為你有錢先可以做買家噶嘛，你有樓啊只能夠做賣家嘅啫嘛，咁所以去到某個位咧，冇新錢啦，利息一升啊，政府一干預啊，一打擊啊，出辣椒啊，咁個個都想買，你又要賣，佢又要買，大家手上都冇錢，咁啊賣唔出噶啦嘛，咁價錢咪插水咯，又變咗蕭條期。蕭條期咧就係炒家又要走，用家又要走，咁你又睇到呢4個期都唔同行為。復甦期係用家入市，炒家未夠膽喐。高漲期係炒家、用家一齊喐。危機期咧就係炒家繼續投，用家就負擔唔起。到蕭條期咧，炒家、一齊賣，一齊賣咁你睇到市場嘅行為，你咪知道處於咩時期咯。如果復甦期咧，你都已經可以入市啊，買樓自住啊，買樓收租啊，都冇問題。但炒樓咧就仲係升得慢嘅，升得唔夠快嘅。到高漲期咧，就係炒都唔怕啦。當然炒而家社會上嗰個形象係不佳嘅，但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係需要有人投資、有人投機噶嘛。如果唔係資本主義社會，都無法運作啦！香港要做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全靠有炒家先得做㗎，冇炒家就冇金融中心㗎啦。